来到宜兰南澳，南澳豆腐总算开幕了，有4仓的饭圆用血糖油来包。南澳的歌手唱火车已经过车站，万野生甲某面包风，客家调咖冻火做面包。泰山咧讲啥潲？咖啡店开幕咯。交牵甲苏澳嘛是交，五间老厝修理较好，太平岛行袂到南澳，落皮溪的水爱用偌济时间？经过落皮部落、老罗大海，太平岛夹溪爱偌久才有法度到台湾？斯兰曼马来，罗东转运站大家落车拢无车头一队，建华冰店。Banana good。 51 dumpling， Very good。 dumpling 洗，米花洗。来啦，想要买水晶饺，恁类都知影5号59通道落甲树，落港无甲树，爱去河尾叫甲树。欢迎来宜兰，欢迎来南澳，下苏澳地区。